醒来了，醒来了！醒来了吗？刚刚都睡着了，没有睡吗？还是我觉得你们的姿势很像睡着的感觉。好了，讲的不好笑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假笑啊，就这样自然而然。有一首歌我一直都不太敢唱了，这几天可能唱太多了。这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。我每次唱就会下雨呢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到最后一首歌。真的太神奇！你问他们，我们那时候昨天上个礼拜天嘛，去唱啊，我们只要唱任何一场啊，我们唱完《奇异的妇人》啊，然后天空就开始酝酿要下雨了，然后我们唱完的时候，下一个人要上场的时候，然后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害到他，然后在香港也是，香港其实很少下雨的哦。就在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下一个就是巴奈，你们知道巴奈吗？德高望重的姐姐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要唱最后一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，唱完还在唱的过程，我说也太巧了吧，怎么下毛毛雨了这样？然后唱完的时候下大雨，然后下一个是巴奈姐姐，啊姐姐对不起，这首歌好像有那个呢，好像那个哦。哎呀，你们要准备雨伞哦，好吧，我要唱这首歌了。试试看。已经下雨了。真的假的？好恐怖哦！妈，你们 hold 住 hold 住，我还没要唱。真的哦，也好啦，这首歌有这么灵的话，代表有。祖先在跟我，为了祖先的保护，没人可以欺负我的。那我要唱《奇异的妇人》。
哎呦。